製作椒鹽九肚魚。首先買咗九肚魚洗乾淨之後呢，就要修剪好佢，將嗰啲唔需要嗰啲剪咗佢。呢個好重要嘅過程，因為如果唔係咧，食嗰陣時就會啃親。咁就將啲鰭咧全部剪晒佢，整乾淨，執得佢靚。全部佢因為有上中下咧，都有好多鰭，同埋尾部，咁就用把鉸剪好佢。然之後咧就一開二喺中間，然之後就再破開佢，盡量令到佢個肉咧好平均嘅厚度，就一炸就會熟。即係盡量都令佢攤開，咁就變咗一塊好靚嘅魚肉。個尾部都可以係咁，就喺中間開咗邊，一開二就 butterfly， 咁咧就比較乾淨，洗乾淨佢，然之後索乾水，最緊要索乾啲水。洗一次之後咧，用啲廚房紙將所有呢啲嘅魚肉咧就裁靚咗啦，就然之後索乾。索乾之後醃咗咧，就用乾粉、麵粉咧，就將底面嘅水分索乾，就放落油鑊度炸。中火咧就大概每邊3分鐘。咁樣咧，最後咧就完成金黃色、美味可口就椒鹽九肚魚啦。